嗱，喺今年嘅暑假呢，我諗好多家長都好頭痛嘅，就係呢暑假放長咗啦，咁同啲細路仔做咩好呢？咁我喺琴日去一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呢，就上嗰個香港公園嘅電梯就撞到一對嘅家長帶住佢嘅女女啊。我話你哋去邊啊？咁佢話佢哋要去香港公園玩，因為個女話俾佢聽咧，喺屋企咧實在太悶啦，太辛苦啦，都唔知做乜好。咁我諗呢個都係好多家長嘅煩惱嚟嘅。咁我每年咧都有機會俾人問下嘅，細路仔暑假做咩好呢？咁我諗下今年因為 H1N1 嘅關係，學校提早停課啦。咁要建議嘅活動會唔會同過去唔一樣呢？咁我諗下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。不過喺我未建議之先呢，我想講下我點樣睇暑假。我自己覺得咧，暑假咧真係一個咧應該同細路仔去玩嘅一個假期嚟嘅。暑假係可以俾佢學下嘢，但係最重要咧，我覺得係一個親子共聚嘅時間。點解咁講呢？有好多父母因為平時啦比較忙啦，咁細路仔又忙做功課啦，所以大家冇乜機會咧去彼此嘅了解。但喺暑假嘅時間，你同佢去游水，你會睇下佢係咪手腳好靈活呢？即係原來佢可能有游水嘅潛質嘅。又或者咧，你睇佢玩一啲球類嘅活動。我記得我就係嗰年嘅暑假同阿女開始咧打波嚇，即係乒乓波。咁我發覺咦，原來佢咧手腳都好靈活嘅喎，佢都好中意嘅喎。咁啊，慢慢咧就栽培佢喺各方面嘅天分。咁而我又覺得咧，暑假咧亦都係一個咧學新嘢嘅時間嚟嘅。咩叫做學新嘢呢？我爸爸而家已經係天家啦，但係我好多謝佢咧。喺我中學嘅暑假，我記得中一嗰年開始，佢就同我講，佢話你暑假咧去玩咩都得，但一定要應承我做一樣嘢，就係你要學一啲新嘅事物。咁我就話咩叫新事物呢？佢話總之咧 anything new 你未學過嘅就得㗎啦。咁我記得有一年嘅暑假，我就自己買咗，即係叫佢幫我買隻吉他啦，然後自己學彈吉他啦。有一年嘅暑假，佢話你要出外國留學啦，咁啊要我一定要識打字。咁有一年啦學速讀嚇，有一年學游水。我發覺咧，原來每個暑假都學一樣嘢咧，係好即係好嘅，好充實嘅。咁所以另外即係再諗，我覺得暑假咧亦都係一個群體生活嘅時間嚟嘅。咁可能好多家長都傷腦筋啊。喺暑假仲點樣群體生活咧？咁不如小群啦嚇。而家政府都即係同各市民講咧，人多嘅地方唔好去，但唔係話你唔好去街啊嘛。咁我覺得都有啲大概10零人啦，又或者咧你幾個家長好相熟嘅時候咧，係可以咧帶啲細路仔咧係一齊共聚去玩嘅。咁大人係好朋友，讓孩子都成為好朋友咧，其實係一個好美麗嘅圖畫嚟嘅。咁講到呢度嘅時候，可能你都會問啦，喂，咁暑假玩咩好咧？暑假做咩好咧？咁我諗下戶外有好多嘢可以做嘅。我其實前日先同我先生去完海洋公園，發覺好多家長咧就帶啲細路咧，就直情解釋俾佢聽，哇！啲熊貓嘅生態啊，又去睇下啲水母啊，去水母館啊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。當然你話人多，咁我覺得你做足安全措施咯，戴口罩咯，勤洗手咯，咁小心啲啦。咁另外譬如頭先講嘅香港公園啦，或者我都建議咧，可以帶小朋友去好多歷史博物館嘅、科學館啊嗰啲，咁可能未必咁多人嚇，咁帶佢哋去咧，即係俾佢哋一啲文化氣息嘅薰陶。又或者咧，真係去郊外啦，去郊外玩游水又得，打波又得，放風箏又得。咁我覺得都係好好嘅，因為孩子咧係需要活動多啲嘅，佢哋需要揾一個咧真正嘅歡樂天地咧，係讓佢哋咧可以舒展下筋骨啊，讓佢哋咧可以操練自己嘅身體嘅。咁至於喺室內係點咧？咁我覺得室內嘅時間咧，你可以同佢講下古仔啦，可以同佢咧喺書局買啲古仔書翻嚟啦，亦都咧。可以咧，譬如話同佢一齊上網都得嘅喎。我好鼓勵家長上網嘅嚇，我自己都有 Facebook 嘅 account。咁我覺得可以透過同佢玩 Facebook 啦，教佢一啲咧上網，其實都可以揾到好多新嘅料嘅。我成日覺得暑假點樣用，好在乎你點樣睇暑假。要將暑假成為一個開心快樂嘅暑假咧，最緊要咧作為家長嘅咧，你要肯花時間，肯請假同你嘅孩子一齊。我相信有你哋嘅陪伴咧，佢哋嘅暑假無論點咧都可以好充實嘅。咁我
喺手上邊咧，亦都有幾本書啊，我覺得閱讀都幾好嘅，特別係青少年嘅孩子啊。呢本咧叫做《我到我們的世代》嚇，呢本書咧係一對嘅兄弟咧，叫做葵克柯伯格嚇，咁佢哋兩個咧都係啲名校嘅畢業生，但係佢哋喺有一年嘅暑假就發覺到咧，原來喺第三世界嘅孩子咧係好需要嘅，佢哋好貧窮，好需要人哋幫，所以佢哋就搞咗個咧叫做即係解放兒童嘅組織啊嚇，即係佢哋覺得咧呢個世代唔係淨係得我嘅啫，要到我們嘅世代。咁另外呢本書咧，我覺得都可以俾青年人睇，不過青少年嘅父母咧，你都可以睇下叫 Generation Me 嚇。Me 世代，咁我諗就係對應翻頭先嗰本啦嚇。呢個世代咧係好多人孩子只係顧自己嘅，淨係話咧只要我喜歡做咩唔得咧，佢哋嘅夢想可能就淨係做歌星啊，或者編劇啊咁佢冇諗其他啲嘢，好想咧好快咁成名。咁我覺得父母可以睇多呢啲咧，了解下呢一個嘅世代。咁當然仲有呢個家庭係人生嘅冒險啦。咁呢一個咧係我最近好中意睇嘅一本書，因為佢裏邊講到咧，我諗幫到父母嘅同孩子溝通嘅問題啦，又或者咧係自己年紀又開始大啦，步入中年啦，晚年啦，點樣照顧老人家，即係所有家庭嘅問題，我覺得佢裏邊都有好多咧一針見血嘅見解嘅。咁喺我手上咧，另外呢一套咧就係今年咧暑假咧禁毒處會推出嘅，可能家長都知道咧呢個青少年吸毒問題咧係而家好普遍，好多家長都 open 咗、開放咗咧，願意咧接受更多嘅教育。咁佢哋咧聯同呢個東華三院粵風成長中心咧，咁喺今年暑假開始就會推出一系列嘅叫做無毒家長有妙法嚇，有啲禁毒嘅教育。咁如果家長留意嘅話咧，你都可以去參與嘅。